镜头转来到国内，高铁要探去到宜兰，目前是第2阶段的宽屏审查。伫宜兰县政中心这站周边的特定区，初步是挖190公顷，若县府是争取要分扩到400公顷。年底就会把这草案送去铁道局审查。不过，若准正式通过，这在地居民定着会受到影响，可能会向强迫搬厝。为空中看来，高铁延伸宜兰县政中心站4块里目前还阁青冷冷，差不多拢焦残。不过，这本来规划的高铁特定区，敢若190公顷，即马地方争取扩大到400公顷，纳入工商产业综合区域，加有利产业规片发展。当然，180公顷，我认为是太小，在整个台湾各高铁开发区的一个战场啊，没有那么小的。县政府证实，经过评估必要性、合理性、甲财务计划，已经研究扩大高铁特定区是400公顷的草案，一定年底送铁道局审查，若是核定，就纳入高铁案的宽屏审查。那目前我们跟铁道局也有把我们大概县府针对可行性、必要性还有财务评估可行的一个方向跟附案的草案。那我们有跟铁道局做横向的联系。草案的特定区包括主题区、商业区，也甲健康休闲产业专区等。未来要用区段定收的方式开发，不过定收范围大部分是私有地，开发案有可能面临居民反逼迁的压力，土地政治问题也真受关心。就是咱知影讲，这个所在伊大部分拢是水产，咱未来建造的这个面积会减少，而且这附近的生物都是我这个水产等等的所在，以生活的动物拢会受到影响。宽团是讲扩大定收范围，一定会破坏农田甲生态，嘛会影响区域的渡风功能，较会饮水。而且县政府若做要扩大定收范围，应该先甲在地居民沟通，若无就严重违反民主的价值。县政府是讲，若做铁道局核定计划，就会赶紧甲乡亲说明沟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